今仔日上家甲我动这间厝，我连伊互祖厝变做梦。啊，你免踮遐卖情卖，就摕死来甲我威胁啦！主任是有话好好讲啦，较认真的。哎呀，啊你吼，你若死吼，毋若啥无好处啦，啊厝要随要卖，你嘛管袂着，敢毋是？对哦，你吼，阮做公亲啦，嘿，这阮主家的起家厝呢，对啊，敢有人咧想要动起家厝的？你问伊，敢是想要衰消规世人？啊，即摆袂踅出去，敢有较无衰？老爸是中风搁失智呢，拜托的，你拢偌久无伫遐厝的啊？我只有甲伊讲过你有无不好啊？你看，我的名声就是安尼，互伊拍歹的啦。啊，我咧，我甲即间厝合作伙20几冬呢，哈，就甲大家去照顾老爸。你敢知影啥物是互做坐家啊？无你就当作是甲我斗相共好无？哈，老爸即摆足无简单去抽到公家的疗养院呢。啊，你由我甲即边踅出去，互我去外口透一口气的，安尼敢会用的？吼，安怎？啊，你大只你就袂喘气哦。总讲一句，你才要踅出去，这就天理不容啦。